教育释文第68集。这字册照文献，文音爱读册，令这字读书，大家拢真熟悉啊。闽南语讲的册，轻声册，阿爸讲着爱认真读册的册，爱写倒一字呢？历史上是先有书，也是先有册呢？来看孔子讲的：上古结成礼制，后世圣人抑之以书刻，也就是结成记事以后，就发明书刻啊。什么是书刻呢？来看甲骨文的书，画的是手拿一支笔，手拿笔就是律，律就是笔的本义。后世的人甲笔加得字头，拿笔运墨水来写刻约，刻约爱抄双份，分做两边，一人一份。原来书原本的形式是写刻约，莫怪孔子讲圣人抑之以书刻。这字书的并切音，并抄刻册读册。闽南语照3000年前的讲法写这字册，轻声册哦，搁提醒一遍。历代文献无记录的，除了甲骨文。阿爸讲着爱真认真读册，教育部的版本安尼写，咱会使真认真找出一寡字的鼻音，毋是走爱啦，是着必须的着爱。读册就是当义人孔子写的这字册，着爱真认真读册，咱安尼写。这集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下一集再会。